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肉燥飯。香港以殯儀業作為題材嘅電影少之又少，但最近有一套依類型嘅電影唔單止票房過億，而且更榮獲多項電影大獎。呢套電影就係由黃子華同埋許冠文主演嘅《破地獄》。破地獄係一種傳統嘅道教喪禮儀式，象徵喃嘸師傅衝進地獄，揮動火焰破瓦，帶領被審判嘅亡靈越火而出，令亡者得以投胎轉世。時至今日，破地獄已經成為咗香港主流喪禮嘅儀式，而破地獄亦被列入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疫情後嘅香港受到嚴重嘅經濟打擊，本來係一名婚禮策劃師嘅男主角杜生欠債累累，每個月需償還近10萬蚊嘅債務。為咗還錢，杜生被迫轉行，經女朋友介紹成為咗一名喪禮經紀人，同喃嘸師傅文哥成為咗生意上嘅拍檔。因為文哥做事古板守舊，對人人嚴苛，甚至算得上係刁難，所以被同行稱呼佢為哈佬文，將個音讀歪啲嗰個意思。杜生第一日返鋪，就嫌鋪入邊嘅藤椅殘舊而抌咗，點知係文哥放喺鋪入邊嘅，係佢死咗嘅老婆送嘅重要遺物。雖然杜生知道咗之後即刻喺垃圾站嗰度揾翻，但已經令到文哥非常之不滿。杜生自知理虧，當晚買咗乳豬去到文哥屋企賠罪，點知道文哥竟然係食齋嘅，反而弄巧反拙，搞到文哥仲嬲。杜生接嘅第一單法事，死者係一位後生仔。杜生好認真籌劃，佢透過社交平台知道死者生前好中意跑車，就做咗一架紙紮跑車，打算喺喪禮燒俾死者。但係當佢將紙紮車運入靈堂，死者嘅家屬非常之嬲，誓要追究到底。原來死者就係俾同款車撞死嘅。事後杜生受到文哥嘅責罵，杜生亦都低頭認錯，承認自己嘅疏忽。佢嘅魯莽行為令到死者親友再次受到傷害。其後杜生又接到另外一宗法事，有位闊太嘅仔過身，揾杜生辦理身後事。闊太聲稱錢唔係問題，但係闊太有個條件，就係唔打算將阿仔落葬，佢要保存阿仔嘅遺體。佢希望保存好阿仔嘅遺體，期待將來醫學進步之後可以復活阿仔。杜生雖然不以為意，但睇住錢銀嘅份上，就接咗呢單生意。文哥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就大鬧杜生，話佢保存全屍係破壞傳統，講到明唔會幫佢處理屍體。杜生又揾嚟文哥個仔智斌幫手，兩個人一齊處理屍體。但係因為屍體已經擺咗好多日發臭，智斌中途忍受唔住臭味就走咗啦。就喺杜生一個人手忙腳亂之際，文哥竟然出現咗，並且協助杜生，兩個人終於順利處理好屍體。闊太最終得償所願，好感激杜生。杜生亦都因為幫咗人而感到好滿足。雖然文哥最後都有幫手，但係佢始終唔贊成杜生唔將屍體下葬嘅做法。事後仲大鬧杜生。文哥講述自己18歲嘅時候就識咗老婆，一齊生活咗50年。佢死嘅時候傷心到想自殺，就算自己好唔捨得老婆，都照樣將佢落葬，強調人到站就要落車。杜生嘅做法令到死者無法得到安息。喺往後嘅日子，杜生工作好落力，凡事親力親為，甚至學識為屍體化妝、着衫等等知識，務求做到顧客至上。有一次，顧客係死者嘅老公黎先生，佢揾杜生幫手處理老婆嘅身後事，但對佢嘅喪禮不聞不問同埋態度惡劣，反而死者嘅一位女性朋友悲痛落淚。黎先生強調呢位女性朋友唔可以出席老婆嘅喪禮，但係最終杜生亦都偷偷地俾呢位女性朋友見死者最後一面，仲做咗一條放咗死者骨灰嘅頸鏈俾佢。因為杜生見盡人情冷暖，覺得喺法律上邊黎先生的確係死者嘅家屬，但係喺人情上邊佢覺得呢位女性朋友先係真正愛惜死者。事後文哥再次反對杜生嘅做法，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尊重死者家屬嘅意願。杜生表示自己早前因為開設公司失利而欠債累累，好感激文哥俾佢認識殯儀行業，並且形容喃嘸師傅負責超度先人，殯儀經紀負責超度生人，強調生人亦都需要破地獄嘅，因為有時候人活着就好似喺地獄咁樣。文哥聽完之後有所領悟，隨即念出南音曲《客途秋恨》。杜生隨後對唱，一拍即合，最終被文哥視為拍檔。文哥有一仔一女，文哥思想封建守舊，重男輕女。佢引用喃嘸傳統，因為女人有月經好污糟，會令祖先爺唔中意。佢唔俾自己嘅法衣同埋女人嘅底褲一齊洗。文哥經常因為呢件事同阿女文月鬧交。文月自細就睇爹哋做法事破地獄，佢亦都受到感染，亦都因為咁樣記住喃嘸知識。佢自細就夢想成為喃嘸師傅，可惜喃嘸行業傳男唔傳女。文哥遵從傳統觀念，只係傳授喃嘸知識俾阿仔智斌，所以文月同屋企人嘅關係疏離，難解心結。
形成文月外表堅強、內心脆弱嘅性格。文月係一位消防處救護員，因為工作嘅緣故，佢經常見到好多傷者死亡。每次有傷者失救死亡，文月都會覺得好傷心、內疚、自責。文月因為背叛住好大嘅壓力，每當佢承受唔住壓力嘅時候，就會揾已婚嘅同事發生性行為，以尋求慰藉。文哥個仔智斌雖然繼承父親衣缽，但係冇真正嘅信仰。佢為咗阿仔升學而受浸成為天主教教徒，背叛南無嘅傳統信仰。因為咁樣激嬲咗文哥。其後一次智斌主持嘅法事之中，文哥發現智斌繼續主持南無嘅工作，於是文哥喺喪禮上邊要求智斌即刻除低法衣同埋離開。智斌覺得好侮辱，臨走之前反駁文哥兩句，引致文哥心臟病發暈低，腦部有輕微中風，下半身喐唔到。但係智斌已經決定咗帶阿仔到澳洲升學，要文月獨力照顧文哥。文月鬧智斌唔負責任。喺文月嘅心目中，文哥最錫嘅就係智斌，但係智斌極唔認同，因為佢高中輟學，同文哥做喃嘸師傅，俾人嘲笑，受人白眼。反而喺智斌嘅心目中，文哥最錫嘅就係文月，因為文月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事，文哥從來都唔會反對。兩兄妹各持己見。智斌為咗阿仔唔走自己嘅舊路，決定帶佢到外國讀書，抌低病咗嘅父親。智斌走咗之後，屋企只係剩低文哥同埋文月兩個人。文哥因為中風，生活無法自理，自己沖涼都有困難，仲要經常失禁，但係都唔俾文月幫手，因為喺佢眼中，女人係污糟邋遢，仲大鬧文月，令到文月非常之傷心同埋嬲。有一次，文月喺街上邊俾一個路人冚咗一巴，話佢勾引人哋嘅老公。文哥即刻出手制止。文哥知道文月唔開心，但又唔知道點樣安慰佢。喺中國嘅社會入邊，父母用含蓄嘅方式去表達愛，文哥亦都一樣。文哥得知自己時日無多，將公司嘅商業牌交俾杜生。冇幾耐之後，文哥喺熟睡之中與世長辭。文哥生前寫咗一封遺書俾杜生，遺書內容寫到，文哥其實好感激杜生教識佢做殯儀嘅意義，原來生人嘅感受先係最重要嘅。慨嘆自己一直以嚟唔識得同仔女溝通，文哥希望佢嘅喪禮由杜生負責，幫佢超度佢嘅仔女，等佢哋可以釋懷放低。喺文哥嘅喪禮上邊，因為文哥喺喃嘸行業德高望重，因為咁樣好多喃嘸師傅嚟送文哥最後一程。杜生喺喪禮上面表示，法事會由智斌同埋文月主持。場上邊好多喃嘸師傅即刻起哄，鬧杜生唔識喃嘸，因為根據傳統，法事一定要由男人主持，以及女人污糟會令祖師爺唔中意等等。杜生反駁，祖師爺亦都有娶老婆，亦都有生兒育女。杜生進一步指出，傳統嘅儀式同埋禮儀都係表面支持，最緊要嘅係我哋要尊重文哥嘅遺願。佢攞出文哥嘅遺書，指出係文哥要文月幫佢破地獄嘅，請嗰啲睇唔過眼嘅人士離開。文月見到文哥嘅遺書，遺書上邊寫到佢係一個唔善於表達嘅父親，亦都唔知道佢講嘅嘢會傷害到佢，請求文月原諒佢。而文月呢個名嘅意思就係文哥嘅珍寶。文月因為咁樣得到釋懷，最後佢同哥哥一齊為父親破地獄，順利完成咗呢場法事，同時亦都解開咗兩個人多年嚟嘅心結。電影就此結束。